续来看这段，这是台中一个车主深夜把车停伫个徛街边啊巷仔口的转角。这个警员接到检举，透早5点外去开单处理。车主发冤枉，讲这个涂骹无画红线，嘛无影响到交通，妨开单是真无奈。啊，议员嘛建议警方深夜时段是毋是会当开放红线甲黄线嘛通啊来停车。尾啊，警方看现场无严重影响到交通，所以用劝导代替处罚，撤销这张的罚单。这个关键行到银色轿车前，伫玻璃业一张黄单，开单时间是昨透早5点外。这是台中市西区永成街甲民兴街巷仔口，会妨开单是因为伫巷仔口等月违规停车，车主伫发冤枉。这个点就看起来没违规，没有红线啊，有报案的，坦白讲啊。对。因为网络上我常常看那个被检举，那些都是法规的问题，常常是法规，是不是要修改一下法规？附近的人乌多摆停伫路口等月的所在半暝，请互人检举。讲什么检举达人啊？啊，几点来开？暗时啊，11点。是用转角10公尺不得停车这个理由帮我们开的，去申诉啊都没效。议员甲警方建议讲，伫无影响交通的情形下，敢会当伫暗时开放红线甲黄线停车？晚间8点以后，早上6点以前，尽量不要出来开红白单。民众也批评讲，这张单无当单位甲员员的名，警方会依照规定甲处分，将车违规停伫路口等月的所在影响交通，警方认为开单合法。经到场发现违停车辆1台，并予以进行举发，取缔过程均合法。是讲，警方考虑到半暝时无拖吊车，无严重影响到交通，是会当用可劝代替开单，所以讲撤销这张罚单。有关民众伫传讲，暗时8点以后会当停黄线，10点后会当停红线。警方讲，依照现行规定，若是上车落车，也是要落回车辆伫黄线上济会当停3分钟，红线拢袂当停车。若要食对罚600到12块，甲时段无关系。有关半暝违规停车，警方依然会看现场的情形，以可劝代替开单。若是影响到交通，嘛是爱开单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